台语文千万字，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咱做伙来看到这字读做富，富富富第三条。这个富就是交代代志给人，咱讲还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头一个读做还富，台语还富其实有几个意思，会当讲是叮咛，嘛会当讲是定时交代部下来做代志，像讲头家还富我去采买材料，另外嘛有交代意思，像讲老母还富我去买豆油，也佫有注文的意思，像讲老母还富2支猪卡要替老爸来做生日。第二个词读做副将，这是一个较古早的词，意思就是委任代表来代替处分财产。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新闻报道这间公司的老头家在生进前就已经付足律师写明誓誓要安怎来分配财产，也搁第时就已经成立基金会，反复誓誓将来就要斗相共公益活动，慈善慷慨。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